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特别我们乌克丽丽班的学员们昨天我们特别来复习一下，那这个影片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再次把它拿出你的乌克丽丽来做练习。那我们昨天有谈论到2个技巧第一个技巧是如何弹奏一个基本的弹法基本的弹奏方式是一个 folk rock。那这个弹奏的方式呢，如果你要弹我们谱例上你所看到的右手边这个进阶刷法，那我们在弹奏这个进阶刷法以前，我们必须先大概了解一下基本的刷法里面我们如何做一些变化。一开始我们弹奏到乌克丽丽弹奏这个节奏的刷法的时候，我们是弹1、2、3、4，是一拍一拍。好，那么我们把2、3，我们现在看的是，我们一起来看左上方左上方的谱例在基本刷法的。好，我们用1、2、3、4，我们把2、3、4拍，把它统一换成8分音符下上下上，就变成了1、2、3、4。好，那这是一个基本刷法。那顺一点就变成了1、2、3、4。好，这个应该是没问题。我们必须让它是非常节奏稳定性的来做练习。1、2、3、4，1、2、3、4，1、2、3、4。好，那如果你可以顺利的来弹奏这样的刷法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上面谱例上的进阶刷法，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先念口诀1、2、3， 1、2、好，所以你用下上下上下上来把第3拍的前半拍，把这个用来作为取消掉这个声音，就变成下上上下上下上上下上。好，那这个是一个弹奏的方式，但是你会发现第3拍下上上下，在第3拍的时候它延续了第2拍的后半拍的声音，它会有一个上的声音，下上，有没有？那上下上，它实际上不会有太明显的一个节奏性的感觉。所以呢，如果你在这个的地方不是单纯自己的口诀上，也希望在音色上面有一些感受性的停顿的感觉，那么你就必须把这个透过你的手势来给予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停顿。那我们再来示范一次，在的地方我们可以用用这个打板可以打你的琴声的这个面板上面就变成下上上下上。好，来解决，那感觉就有一种停顿了。下上你看没有声音了。下上上，你看还有一些声音在这个声音里面，在音孔里面，音箱里面在余音绕梁那所以这个动作可以让声音产生一个节奏性的改变变化。那我再示范一次，口诀一样要把它念出来，抓不到感觉你就是念口诀，下上上下上下上上下上。好，这是我们讲到节拍性的刷法，有分成2个部分，你先从基本的刷法跟进阶的刷法来呈现它。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要来继续看另外一个技巧性，就是我们要弹奏这个爱的真谛的前1、2小节，我们要来弹奏这个1、2小节的部分呢，我们注意有几个关键的步骤，就是
第一个就是你的左手，因为前面爱是很久，好，爱是很久这4个音呢，二是很久忍耐这几个音第一小节里面呢，谱例上的第1小节里面呢，你会发现我们用的是它的位置都是在这边，好，那这个手势手型指型啊，我们说指型比较像是乌克丽丽的 G 和弦，G 和弦啊，那它的 G 和弦是这样子按，是这样子按。那如果是这样子按的话，那么可是我们几个音是哒哒哒啊。好，记得手势很重要，拇指扣住它，然后那右手我们统一用拇指来拨弦就可以了。那么我们1、2，爱，这个爱是很久忍耐的爱是1拍半，所以你必须要有1、2、1、2，好，1、2，哒。好，你在弹的时候呢，你必须把它弹2、1、2、3，好，我更正一下，1、2、3。1、2、3啊，爱是这2个合起来就等于有2拍，后面的3、4拍刚好就是很久忍耐8分音符，好，很久忍耐，很久忍耐，好，很久忍耐，好，所以爱是很久忍耐，好，统一用1、2、3手指头来弹奏它。好，这个要练习哦，哈。好，练习好了以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有注意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第2小节的又有忍恩慈。那你可以直接弹奏是第5格。你要如何快速的按对地方，你就把你的眼角余光稍微看，你不用这样看，不用把琴翻起来，然后你头往下看，不用，你只要把你的眼角余光看一下你的乌克丽丽上方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点，有没有看到？会有一个点，第5格的地方就是在那里哈。那用第4，用这个无名指，那这个从这边到这边，我们要练习这个手滑。我们有特别提到这个手滑的步骤，手滑的关键在于你的拇指跟手指的指型，维持一个形状来做滑动，维持一个形状来做滑动。所以这个很重要，在弹奏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讲究的是手指的稳定度，就是整体性的稳定。不要在滑的时候，我只有用什么？我只有用无名指去滑，可是我的食指这个拇指跟食指整体却没有去滑动它，实际上准确度跟速度都会有所影响。所以我们在弹奏的时候呢，一般我们是弹，可是如果你加了如果谱例上你看那个右的那个音它特别左边有一个好像一横，那一横就是由下，这个叫上行啊。我们从下面往上。这个是往上，这叫上行。那如果由上往下，这叫下行。那这个叫做上行的滑音滑入。
上行的滑入。什么是滑入？实际上滑弦里面它有分成滑入跟滑出。好，滑出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对于这一个音之前的音，滑到第5格、第6格也好，那滑到你要的那个音，对原本的那一个音叫做滑出，那对于后来的那一个音叫做滑入。好，所以这是一个滑弦的一个基本概念。所以我们从第3格滑到，从第3格无名指在第1弦第3格的地方，我们就弹完以后，从它的无名指的上方第2弦第3格的地方滑到第5格。好，好，抱歉，再弹一次。感觉就不太一样。原本如果你没有滑弦，感觉是这样。好，非常清楚，一颗音一个音一个音。当然，我们在弹奏的时候，牧师还是建议我们就从头到尾用一个音一个音去弹奏它，之后我们再来加入滑弦的音，声音的感受就不太一样。那希望大家能够做最好的练习。